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，我会讲为三顿，为生活，甲为某囝。但是看别人的面色，配合别人的心情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，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。因为已经真久，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，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。因为你嘛知影，咱拢是为别人在活。